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融创、碧桂园等房企正加速化债1.2万亿元。他的报道说房企化债迎来重要突破。据中指研究院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8月，全国有77家房企发生债务违约，约60家出险房企公布了债务重组进展，其中20家房企债务重组方案获批，化债总规模突破1.2万亿元。这个说到化债我这个就是大家会不约而同的会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去看问题。化债这个词本身就是主语，就是开发商嘛，化债。那化谁的债呢？把谁的债给化掉了。所以你要换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理解成一群老赖，对吧？把他本来要还的钱不还了，或者用什么手段给他弄掉了，叫化掉了。这个数字一共是1.2万亿。那这1.2万亿是谁的钱呢？就没了，化掉了嘛。所以这个细思恐极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目前融创、富力、奥园、远洋、时代中国、龙光等房企已完成境内境外债重组，禹州、中粮、当代等房企完成境外债重组，旭辉、佳兆业、碧桂园、世茂等企业的境外债重组方案已获批。新华联于今年6月完成重整，金科股份、协信远创重整方案经法院批准后已进入执行阶段，这标志着房企风险处置进入快车道，房地产行业将逐渐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房地产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完成债务重组只是第一步，在楼市新周期里，想要活下去，需要是稳健的财务、优质的资产和精心的运营。这些进行债务重组的企业能不能活下去，咱就不说了反正活下去也够呛。我们只说这个债1.2万亿，轻轻的就这么化掉了。那这化掉什么意思呢？他这文章下面又接着说他说从展期转向消债，削减的削。2025年以来，房企重组进程明显加快。他说了很多融创、这个禹州集团等等就本来他们以融创为例吧，咱们以前介绍过，融创第一次债务重组那就是展期，结果展期了3年，对吧？到了今年又还不起，接着债务重组。这一回债务重组就实话实说了，展期也不行，没钱还，要不就死给你看，死给你看，那就是基本上1分钱拿不回去了，那不如就削债吧，就少要一点，债转股，债务豁免这都是削债。本来欠你10个亿的，现在只还你1个亿，剩下9个亿变成股份吧，就这个意思对吧？就这1个亿现在还给不了，对吧？5年以后再给。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认为，当下房企流动性困境没有明显缓解，高比例削债能大幅减轻企业偿债压力。那可不吗？你耍赖把债耍掉了，企业是没压力了，不还了吗？那问题这个债去哪儿了呢？谁背走了？债务不可能凭空消失吧？说避免出现2次违约，你看看，为了不2次违约，所以我把这债得赖掉，对吧？得化掉，不还了，你同意不还了，就没有违约这一说了吗？对债权人来说，若房企后续经营改善，股权价值提升，债权人可以通过分红或转让股权获益。你看看，梦想还是在的，对吧？万一这个房企活了以后火起来了，它股价涨了，你拿到股票，你说不定通过股权升值，你债务也得到解决，或者是分红。某房企内部人士表示，唯有活着偿债才有基础。他这话没说错也就是房企只要活着，永远有希望。如果他清算了，那反正就没了。将有限的现金流用于恢复正常经营，债务重组只是手段，经营重构才是目的。化债与转型并行，说房企债务重组提速背后是紧迫的时间窗口。他这里面还举例子说的是金科地产重整，说26亿元撬动1470亿元债务清零，金科地产完成全国首例1000亿级房企司法重整，携手长城资产转型特殊资产管理，开启不良资产加市场新赛道。26亿指的是重整方掏26亿现金出来，撬动1700亿1470亿债务清零。什么意思呢？就原来的债务，金科它有1470亿的债务没了，把它清零不还了，然后重整方拿26亿进来，这个金科股份就活了，1470亿债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国房地产报它报道这70多家房企已经有20多家完成债务重组，消掉1.2万亿
的债。如果从房企的角度看，哇，那负担减轻了，似乎他们能活过来，或者是能叫好转。但是问题是你那1.2万亿的债，又是谁的应收账款呢？又是谁放出去的贷款呢？又是谁的存款呢？这就没了。这还仅仅是对吧？1.2万亿啊！如果把这个恒大对吧，还其他的房企都算上，这是10几万亿，怎么办？从房企角度来说，它没了，它债不还了。那别的公司呢？被化债的公司呢？所以我们再看下面新闻啊，所以新闻要串起来看才有意义。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云南城投8000多万元债权收不回。云南城投啊，那也是云南省的这个投融资平台，对吧？这又涉及了地方政府的化债。云南城投有8000万的债要不回来，别人欠他的钱他要不回来。云南城投接受昆明92套房产抵债，每平米均价不到6000元。9月3日晚间，云南城投公告称，鉴于云南凤宇置业有限公司、四川省青凤现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无法偿还所欠公司到期债务，为加速实现债权清收，凤宇公司、青凤公司、七彩公司与公司协商拟采用以物抵债方式偿还对公司的债务。根据调解书，凤宇公司需偿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等，青凤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彩公司承诺自愿共同偿还。经估算，截至2025年8月31日，凤宇公司等应偿还云南城投债务本金及违约金合计8105万元。偿债方式为七彩公司以其开发的位于昆明市晋宁区国际社区资产，也就是房产啊，向公司进行债务抵偿，各方签署以物抵债协议，共计92套房产用于抵债，面积1.36万平米，抵银8100万元，那就合着每平米不到6000块。问题是房子抵给云南城投，他卖得掉吗？你看，这对这些房企来说，他就是化债。云南城投还好啊，好歹拿了92套房子回去了，也不算颗粒无收啊。92套房子到时候5000一平米往出卖，不行就4000一平米卖，对，好歹能收回来一点钱。云南城投还是国企啊，要是民营企业，恐怕这92套房产你也拿不到。我们再看啊，财新网的报道，他说物管行业应收账款占龄增加，上半年应收账款减值比例升至28%。自房地产行业下行以来，物管行业回款难问题持续受到市场关注。声望宏源发布9月3日的研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物管行业应收账款减值计提比例攀升至28%，同比大增6.7个百分点。应收账款减值计提比例指减值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这一数据反映出物管行业正在面临的严峻的回款困境。声望宏源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物业管理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均值为44亿元，同比微增0.3%，而应收账款减值金额均值高达9.7亿元，同比激增24%。物管企业的应收账款主要来源于2个方面啊，就是谁欠物业管理的钱呢？不是业主啊，欠物业管理的钱，而物业管理又没有办法的，只有2个。一方面是关联方，也就是地产母公司，也就是好比啊恒大物业，谁欠恒大物业钱呢？中国恒大是恒大物业的大股东，他拿大股东一点办法都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第三方，第三方是谁呢？不是普通人啊，这个第三方啊，主要是市政、小业主等受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关联方出险以及第三方业主回款速度放缓等因素影响，物管行业的应收账款规模从2021年开始增长。总之啊，物业管理的这个应收账款有很多是房地产开发商造成的，一年给不了，按照这个会计准则啊，对吧？这账龄根据账龄做计提，比如说你账龄3年，他要扣掉你10%，具体的我不记得了啊。要账龄5年的，扣掉50%；账龄10年，那你就清零吧。10年你都要不回来，那不谁欠你钱10年要不回来，你还挂账上，只能清零了，就这个意思啊。那你说从恒大暴雷到现在，对吧？4年过去，开发商欠物业的钱都得计提，所以我说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你能不暴雷吗？你看开发商现在在化债，就是刚才说了啊，把它应付的不给了，也就是他欠物业的钱，对不起没了，要不给你点股份吧？你说恒大的股票现在已经退市了，给你股份有什么用啊？所以你看啊，云南城投它是投融资平台，它借钱给开发商形成的这个债务，而这个物管
网行业那是对吧？它被开发商占用了资金，形成应收账款。哎，这些都是开发商债权人，对吧？开发商债权人很多啊，还有这个承建商，对吧？还有供应商等等，还有那个搞装修的，还有卖家具的，还有卖家电的，恐怕都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债权人。那人家把1.2万亿一划，那这1.2万亿由谁来背呢？就由这个云南城投，由这个物业管理，由承建商，有卖家具的、卖陶瓷的、卖家电的这些人来背。所以这个我记得7月份吧，房地产协会专门召集培训班，专门找这些暴雷房企到一起传授他们怎么化债。有网友就形象的比喻啊，对吧？把这些老赖叫到一起，互相交流经验，怎么样赖账。当然了，这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如果我们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来看，他们不这么干没办法。但是对吧？我们也要从那个债权人的角度去看啊。那债权人的钱要不回来，他就爆雷啊。也就是雷要往下传导，火烧连环，对吧？这个20多家房企化债1.2万亿，那这1.2万亿会让多少企业倒闭，让多少人失业，要让最后传导下去，有多少个人破产？就是这1.2万亿谁来买单？反正房企他买不了了，人家已经赖着了，对吧？一级一级往下传，总得有人买单，总得有人来背啊。所以说我们一旦看到这样的新闻啊，说房企化债几万亿，那就预示着又有多少人要破产。我记得以前啊，咱们经常聊啊，说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不行，都低迷啊，那哪个行业会好呢？对吧？捏脚这个行业，捏脚这个赛道还是不错的。结果啊，我刚看了一个视频，捏脚这个行业也不行了，到处都是坑啊。过去网红城市杭州啊，有一个老板姓张，叫张老板，哎，他就看好这个捏脚行业，所以兴冲冲的啊加盟了一个足疗品牌。结果这个张老板说啊，加盟足疗店，本以为自己是当个老板投资，结果啊像是给别人在打工。大家看视频啊。6月份在抖音上看到这个养颜素修脚的那个招商广告，他宣传的是免加盟费，然后小白即可，然后全程扶持，最后是讲到3万块钱加盟。张老板介绍，他主业是开宾馆的，之前没有接触过足疗行业。7月份，他跟杭州闪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签了服务协议，服务费用3万。公司为张老板提供市场调研、店铺选址、门店设计等全方位服务支持。那3万块加盟费里面包含了，按他们说就是1万块钱设备，包括这个沙发、床，人也是他的，药材也是他的，牌子也是他的，选址也是他们选的，我只是负责投资而已。主要就是修脚，说人90%的人脚上都有病的，修脚就是把人引进来，然后主要是为了就是治脚病，这个就是说主要是靠这个赚钱。主要是什么项目利润比较高呢？就是什么灰指甲，什么脚沟炎啊，他也不说治病嘛，就是他们用这个产品可以给他修复嘛，就推销产品。对。店开在杭州九堡，产品摆在展示柜上，种类不少。张老板说，这些都是向养元素品牌方定的，加上耗材等，一共花了1万5。张老板说，他的店7月份试营业了6天，效果让他有些失望，做了1090块钱6天啊，做其中还有300是这个充卡的，等于就惨不忍睹了。那这个推销产品效果怎么样呢？试营业下来一个都没有啊。但他们的工资我一天我总共付了5000多块钱，然后租的房子还不算，然后给他们吃饭的钱还不算。几个技师了？3个技师。张老板介绍，门店装修花了4-5万，房租1年4万9，总的投资有10几万。3个技师平均月工资7000，还要包吃住，算起来1个月人工成本就要3万块。他觉得按照试营业的情况很难回本，就没有正式开业。这个就是给他们养人，给他们推广牌子，给他们卖药，就这样的。就是我是作为投资者是不可能赚到钱的。我现在就是跟他们解约啊。第一个，这个药材我是不认可的，本来就是逼迫我买的，如果我不买他就不给我发货，就是加盟费里的这些桌椅他都不给我发。再还有就是这个加盟费，那你服务了几天啊，你该扣的扣掉，其他的我就是结。杭州闪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临平区的经纬中药大厦，因为有门禁，一行人没能上楼。一位对接人在电话里表示，挣不了钱的结论下得太早。做生意你不可能一开店就是一天就是日进斗金，那这样的话呢都去当老板去了。第一个就是说店铺才预热不久，因为他那个店铺才做几天。第二个问题，周围知名度宣传都还没做出去，因为他这个营业执照
的原因还没办下，你线上那些做不了，因为你知道现在做这种实体门店，它肯定是需要线上线下结合起来的，对吧？办营业只要办好的话，这些宣传是你们负责吗？对，我们这边负责那个抖音这一块的，对，线上的。对接人觉得公司在服务上没什么问题，解约的事情还得再谈。如果是我们不给你服务，那是我们的原因，我们是一直在服务，是他自己不想做了，是这个原因，好吧？你要搞清楚对象，产品的问题这边已经在帮他协商处理了。这个不是捆绑式的，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你就跟我们开饭店一样，你说的那些食材，你没有食材，那顾客怎么去吃饭？你没有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营业啊。张老板说会再跟公司方面协商看看。俗话说得好啊，你想加盟人家品牌赚钱，躺着那赚钱当老板，对吧？你以为你投个几万块就能当老板，但是人家看中的就是你的加盟费啊，这不是妥妥的冤大头吗？这种加盟和诈骗有啥区别呢？相当于你在投钱，你交了加盟费，你还得投钱，完了你帮别人做宣传，你还帮别人养技师，对吧？这脑袋得有多大一个包才能干这事啊？捏脚，对吧？指的是自己亲自上手，自己去给人捏脚，不是当老板哪个行业都够呛。每次啊，这个一出台救市措施，媒体就跟着后面啊宣传，对吧？这个楼市成交量回升啊，楼市成交量也增加了多少，买卖又是两旺。你看今天啊，什么8月25日，上海发布沪6条，在新政带动下，上海楼市8月走出翘尾行情，二手房网签近2万套，同比增长11%。8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2824套，环比增长2.3%。因为北京8月份出台这个救市措施啊，只要一出台救市措施，这些媒体马上就开始报道，他稿子都准备好了啊，要么就是带看量增加，要么就是接电话的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中介这个销售人员呢，业务员忙的饭都吃不上，对吧？各种忙。实际上呢，对吧？这个21世纪啊，报道说上海楼市新政首周新房成交面积环比上涨35%，你看这挺吓人的啊，那就说明上海楼市的新政取得了重大效果呗。首周啊，新房成交面积就增长了35%。事实上啊，这些媒体尬吹完之后，到最后啊，期末考试那成绩单一拿出来一看，傻眼了，楼市是加速下跌。你比如说啊，这回的成绩单是什么呢？财联社报道啊，说6大行个人房贷上半年再缩水1078亿，这是财联社报道的啊，说今年上半年提前还款的个人购房者有增加吗？新增发放房贷是否好转？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可以窥见一斑。依据国有6大行2025年中报，财联社记者统计发现，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国有6大行个人按揭房贷余额25万亿，同时比年初数据啊，国有6大行半年内房贷余额缩水1078亿元，连续3年维持下降趋势。什么意思啊？如果新房销售真的旺盛的话，那大家贷款就多啊，毕竟全款买房的少数啊，大家都要对吧？首付15%，然后剩下85%按揭，那贷款余额是不是就增加了？如果你只要实际上啊，按揭贷款的余额本来就应该正常情况就要增长，对吧？因为你每卖一套房子，那就意味着有一个人要去按揭贷款，而且要贷100万、200万，甚至更多。如果你房子卖得多呢，那贷款就更多，那就是按揭贷款的余额会增长越快。但是啊，根据国有6大行按揭贷款余额连续3年都在下降，今年6月31号比年初又少1078亿，说明2个问题啊：一，有很多人提前还按揭贷款还掉了；第二个，你新房销售不仅没有增加，还在下降，也就是你新房根本就卖不动，没有人去贷款买房，导致你贷款余额连续3年下降，对吧？这个数字骗不了人。6大行都是上市公司，它财报是要披露的。实际上啊，6大国有银行的按揭贷款余额连续3年下降，不增反减，已经告诉了我们房地产这个残酷的真相。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